平時行過便利店、超市，見到啲糖果五顏六色，包裝又得意，係咪想買返包嚟甜蜜一下呢？或者有小朋友嘅你，會唔會買糖獎勵下佢哋呢？但係你知唔知啊？呢啲色彩繽紛、充滿童年回憶嘅誘惑背後，其實分分鐘潛藏住你意想唔到嘅致命風險啊！由重金屬超標、非法添加西藥，到足以凍傷食道嘅液態氮，甚至係會令你心跳停頓嘅隱藏成分，呢啲糖果隨時由獎勵變成索命符。今日我就幫大家整理咗一份全世界最危險糖果名單，帶大家睇清呢10種分分鐘攞人命嘅甜品。如果你平時中意試新嘢，或者屋企有小朋友中意食糖，呢段影片你一定要睇到最後，費事食咗落肚先嚟後悔啊！響開始今日嘅內容之前，記得訂閱支持我無名呢個廣東話頻道啊！首先，我哋要講講嗰隻喺美加同埋墨西哥地區好出名，但係極度危險嘅羅望子辣粉棒棒糖。呢種糖同我哋平時喺香港超市見到嘅珍寶珠完全係兩回事。佢外表睇落係深啡色，外面包住一層厚厚紅當當嘅辣粉。香港人去旅行或者去啲賣東南亞、中南美洲零食嘅鋪頭，見佢個樣咁古怪，可能都會想埋嚟挑戰下。但係呢種糖入面隱藏咗一個好大嘅健康危機，就係鉛中毒。根據美國加州政府嘅檢測，呢類糖果入面嘅含鉛量竟然係達到咗0.25個 ppm， 即係8萬分之0.25。你可能會話0點幾咁少，有乜所謂啊？咁你就大錯特錯啦，因為加州嘅法定安全標準係0.1 ppm。呢種糖足足超標咗2倍半啊！最恐怖嘅係，醫學界一致認為鉛係完全冇所謂嘅安全攝取量，即係話只要係入咗口，無論係幾多都係有害嘅。鉛係一種強烈嘅神經毒素，對於大腦發育緊嘅小朋友嚟講，簡直係毀滅性嘅打擊啊！長期食呢啲含鉛糖果，啲鉛會積聚喺骨骼同埋器官入面，輕則令你肚痛、便秘、容易攰，重則會造成學習障礙、智力受損同埋生長遲緩，而且呢啲後果好多時都係唔可以逆轉㗎，真係食一粒笨一世。點解糖果會有鉛呢？原來係因為生產商用嘅辣椒粉原料被環境污染，或者包裝紙上面嘅油墨滲咗落去糖入面。由於呢種污染係隨機㗎，可能會同一包入面有一粒鉛超標，另一粒就冇事，你根本冇辦法用肉眼去避，所以最好嘅方法就係完全唔好買，唔好食。講完重金屬，我哋再睇睇另一款更加陰險嘅糖，叫做 Extra Light 能量糖。香港人生活咁忙，返工返到半死，又要進修又要應酬，個個人都想揾啲嘢補下。呢款糖就係睇中咗呢一種心態，標榜食一粒就可以快速充電、恢復體力，聽落好似好掂啊！但係原來呢啲糖喺度玩緊非法加料，經過衛生部門化驗，發現呢種能量糖入面竟然非法添加咗一種叫他達拉非嘅成分，佢就係醫院用嚟醫男士功能障礙嘅處方藥物成分，即係我哋俗稱偉哥嗰類藥。呢種藥物係屬於受管制嘅藥物，一定要喺醫生監督之下先可以用，因為佢對血液循環系統有非常之大嘅影響。如果你喺唔知情嘅情況之下，將呢隻糖當普通零食咁樣食落肚，副作用可以話係排山倒海咁嚟啊！輕微嘅會令你視力模糊、聽覺下降，嚴重起上嚟，佢會令你嘅血壓突然之間大幅度嘅波動，分分鐘引發心臟病發或者中風。想象下，如果你本身心血管唔係咁好，或者有食開其他藥，再食呢粒所謂嘅能量糖，隨時會食到入急症室啊！由於呢種行為完全係無視人命安全，所以好多國家嘅衛生署已經第一時間將呢款糖列為禁藥，唔准賣、唔准入口，甚至賣嗰個人都要面臨監禁。呢兩款糖果
一種係因為生產環境太差，導致重金屬污染，將慢性毒藥餵俾小朋友；另一種就係黑心商人故弄玄虛，將危險嘅管制藥物偷偷塞入糖果裏邊，令大人喺不知不覺之間玩命。對於香港人嚟講，我哋買零食一定要睇標籤，如果嗰樣嘢標榜有乜嘢神奇功能，或者係一啲來源不明嘅品牌，真係要提高警覺。健康係我哋最大嘅本錢，千祈唔好為咗嗰少少甜頭或者一時嘅快感，而將自己同埋屋企人推向深淵啊！記住，甜味係可以偽裝嘅，但係身體嘅傷害係實實在在嘅。下次見到呢啲奇奇怪怪嘅糖果，請務必三思而後行，保護好你自己同你嘅小朋友，遠離呢啲攞命甜心啊！嚟緊要介紹嘅係大硬糖球。呢隻糖喺外國細路心目中簡直係神級存在，因為佢夠大粒、夠硬，而且最吸引人嘅地方係佢有好多層，每一層嘅顏色同埋口味都唔同。細路仔可以含喺口入邊含成日，慢慢睇住佢變色。喺香港，呢種糖有時會喺啲懷舊零食或者美式糖果店會見到。佢個英文名叫做 Jawbreaker， 中文意思係下巴破壞者。佢真係冇改錯名喎，呢粒糖係名副其實嘅牙齒殺手。呢種硬糖球最主要嘅危險係嚟自佢嘅物理傷害。首先，佢真係太硬啦，好多細路仔含到一半冇晒耐性，心急想睇下下一層係乜嘢色，就會用力一咬，結果咔一聲，碎嘅唔係粒糖，係佢自己隻牙。對於發育緊、換緊牙嘅小朋友嚟講，呢種衝擊力隨時會整傷牙床或者令到牙齒崩裂。除此之外，窒息風險先係最攞命㗎。呢粒糖通常直徑好大，如果你一邊講嘢一邊食，或者好似啲細路咁樣中意跳跳紮，甚至打橫瞓喺度食，粒糖隨時會滑入喉嚨，直接塞死氣管。由於佢表面又圓又滑，加上口水嘅潤滑作用，一旦塞住咗，好難用海姆立克急救法輕易咁拎返出嚟，到時幾分鐘內就攞人命啦。而且從牙科健康角度，大硬糖球簡直係災難啊！佢含糖量極高，一粒普通大細嘅硬糖球就含有高達20至30克嘅糖。根據美國心臟協會建議成人每日攝取嘅上限，男士係36克，女士係24克。依家一粒糖已經係成年人每日攝取量嘅上限，更何況係小朋友呢？再加上因為你要含好耐先食得晒，呢啲糖分會長時間黐喺牙齒嘅縫隙入面，同口腔細菌產生化學作用，搞到牙齦發炎、爛牙，甚至引發更嚴重嘅牙周病。講完物理傷害，我哋再睇睇一場持續咗幾十年嘅健康騙局——三劍俠朱古力。呢款朱古力棒喺1932年就已經面世，個名聽落好有英雄色彩，仲要係嚟自大文豪仲馬嘅小說。最耐人尋味嘅係呢款朱古力推出嗰陣，廣告竟然係打住健康減脂嘅旗號。佢哋聲稱呢款朱古力入邊個心好似雲朵咁輕盈蓬鬆，比起其他朱古力減脂45%，誤導咗好多想食甜嘢但係又怕肥嘅消費者，覺得大啖大啖食都冇問題。但係真相往往係殘酷㗎。當你細心睇下佢嘅營養標籤，你就會發現所謂嘅健康選擇其實係一個陷阱。一條三劍俠朱古力棒嘅含糖量高達40克，呢個份量等於你一次過食咗3個有忌廉餡，出面仲包住朱古力皮嘅甜甜圈啊！食一條已經直接爆晒你全日嘅糖分預算。長期攝取咁高濃度嘅糖分，唔單止會令你肥啊，仲會增加患上糖尿病嘅風險。更危險嘅係，呢種朱古力入面仲隱藏咗反式脂肪同埋飽和脂肪。喺醫學界，呢兩種脂肪被公認為心血管健康嘅頭號敵人。佢哋會增加你血液入面嘅壞膽固醇，長期食會搞到血管硬化，增加心臟病同埋中風嘅風險。所以呢種朱古力之所以會上榜，完全係因為佢利用咗消費者追求健康嘅心理，將一種高糖、高脂肪、
高風險嘅零食包裝成輕型選擇。呢種虛假嘅安全感，令到好多人不知不覺之間攝取咗過量嘅有害物質，對心臟造成長期負擔。大家要明白，危險唔一定係劇毒，但硬糖球嘅危險係在於佢嘅物理結構同埋體積，隨時可以造成機械性窒息或者牙齒損傷。而三劍俠朱古力嘅危險就係慢性嘅健康侵蝕，透過隱藏高糖同埋有害脂肪，慢慢破壞你嘅新陳代謝同埋心血管系統。所以大家揀零食真係唔好只係睇廣告標語，一定要留意食物嘅大細、硬度同埋嗰張密密麻麻嘅營養成分表啊！我哋講講呢款令人非常不安嘅路薩軟糖。喺2004年，國際零食巨頭卡夫公司為咗喺競爭激烈嘅市場入面突圍而出，竟然諗出咗一個非常偏激嘅創意。佢哋推出咗一款形狀奇特嘅軟糖，模仿各種動物被車剪過之後嘅慘狀。軟糖上面甚至仲會印有清晰嘅車胎紋。呢啲軟糖包括咗被壓扁嘅雞、松鼠同埋蛇。雖然生產商可能會覺得呢種係黑色幽默或者係創新，但係佢哋完全忽視咗作為一間大企業應有嘅社會責任。呢款產品一推出，隨即喺社會上面引起軒然大波，特別係動物權利組織發起咗強烈嘅抗議。大家認為呢種糖果唔單止係對生命完全嘅唔尊重，最危險嘅地方係佢向小朋友傳遞咗一個極之錯誤嘅信息。傷害同埋殘待動物係可以攞嚟開玩笑，甚至係可以被接受嘅娛樂。呢種對心理發展嘅負面影響，比起糖果本身嘅成分更加危險啊！最終喺輿論嘅壓力之下，卡夫公司喺2005年不得不全面嘅停產呢款路薩軟糖，並且公開道歉。呢件事提醒咗大家，有啲危險唔係針對身體，而係針對一個社會嘅道德觀同埋教育底線。跟住落嚟我要講嘅係香港人由細食到大，非常熟悉嘅 Kinder 出奇蛋。你可能會覺得好奇怪，呢粒朱古力蛋周圍都有得賣啦，點解會係危險糖果呢？但係你知唔知啊？喺美國呢粒蛋係被法律明文禁止銷售，甚至入境第一粒都係犯法㗎。根據美國1938年通過嘅食品、藥品同化妝品法案，任何喺食物入面嵌入非食用物件嘅產品都係違法嘅，因為咁樣會構成嚴重嘅窒息風險。對於美國監管機構嚟講，將一個細小嘅塑膠玩具放入朱古力入面，簡直就係一個陷阱。雖然全球每年賣出超過12億粒嘅出奇蛋，但係事實上真係發生過悲劇啊！例如2016年喺法國就有一名3歲小女孩因為誤吞蛋入面嘅玩具零件而窒息死亡。喺美國，海關對呢粒蛋係捉得極之嚴，單粒罰款可以係高達2500蚊美金。雖然費列羅公司後嚟推出咗 Kinder 奇趣蛋，將玩具同埋朱古力完全分開存放嚟避開法律風險，但係原本嗰種將驚喜藏喺食物入邊嘅設計，始終被視為對幼兒生命安全嘅巨大威脅。從呢兩款糖果，我哋見到危險嘅唔同面向。路薩軟糖危險在於佢對小朋友價值觀嘅扭曲，將血腥殘暴趣味化；而 Kinder 出奇蛋就代表咗物理上嘅致命風險，即使發生率極低，佢對於監管機構嚟講，一個小朋友嘅生命都係唔可以攞嚟冒險㗎。呢啲案例話俾各位家長聽，揀零食除咗睇好唔好食，仲要考慮佢嘅形狀設計會唔會帶嚟意外，以及呢樣產品背後傳達緊啲乜嘢嘅信息。接住落嚟要同大家拆解近年喺網上紅到發紫嘅龍吐式糖果。呢種糖果最吸睛嘅地方就係你一邊食，鼻哥同埋口就會噴出好似龍一樣嘅白煙，放上 IG 同埋 TikTok 呃 like 簡直係一流。但係呢種視覺效果其實係用極危險嘅液態氮整出嚟㗎。大家要明白，液態氮嘅溫度低至攝氏零下195.5度，
比起南極最凍嘅地方仲要凍多1倍以上。雖然氮氣本身冇毒，但係咁低溫嘅液體掂到人體就係災難啦。如果粒糖入面嘅液態氮未完全揮發晒，你就食落口，佢會即刻凍傷你嘅口腔、食道，甚至係呼吸道。臨床上已經有案例顯示，有細路仔食完之後口腔嚴重凍傷，甚至有人因為吸入咗殘餘嘅低溫氣體，導致哮喘發作、呼吸困難或者食道被刺穿。呢種糖果根本唔係普通零食，而係一個隨時會喺你喉嚨爆炸嘅低溫陷阱。醫學界已經多次嘅發出警告，叫大家唔好為咗嗰幾秒嘅刑格而攞咗條命嚟搏啊！跟住落嚟要講嘅係一款非常古老但係又非常攞命嘅糖果——甘草糖。呢種糖喺歐美地區極之流行，甚至有好多人覺得佢有藥用價值，可以醫咳或者支氣管炎。喺香港，有時我哋會喺啲外國超市見到黑色一條條嗰種糖，就係佢啦。但係呢種甜蜜背後隱藏咗一種叫甘草酸嘅成分。如果你係甘草糖嘅擁躉，一定要留意以下嘅數據啊！如果你每日食超過57克嘅甘草糖，持續2個星期，你體內嘅鉀水平就會顯著下降，導致電解質混亂，進而引發嚴重心律不正或者血壓飆升。喺2020年，美國麻省就曾經有一位54歲嘅建築工人，因為每日都要食1袋半嘅甘草糖，結果有一日佢喺快餐店食5塊嗰陣，突然全身抽搐，然後倒地，心臟停止猝死。醫生追查之後發現，元兇就係甘草糖入面嘅甘草酸。呢單嘢當時喺醫學界引起咗好大嘅迴響，仲被刊登喺著名嘅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》入面。最恐怖嘅係，甘草酸唔單止存在喺糖果入面，連一啲甘草茶或者比利時啤酒都有呢種成分。心臟科專家提醒，呢種糖對40歲以上或者本身有心血管疾病嘅人嚟講，風險更加高啊！唔少香港人細個嘅時候都可能食過爆炸糖。呢種糖最神奇嘅地方係一放入條脷度就會噼啪聲咁樣響，好似有幾百個空氣炮彈打緊你條脷咁樣。好多人以為呢種係化學反應，但其實呢個係物理現象。生產商將高壓嘅二氧化碳泡泡封印喺糖入面，當你嘅口水溶解咗表面嘅糖，啲氣體就會瞬間嘅釋放。可能你會諗，由細到大都食咗咁多年嘅爆炸糖，都冇乜問題發生啦。但係喺80年代，美國曾經流傳過一個好恐怖嘅都市傳說，話有個細路因為同時食爆炸糖同埋飲可樂，結果個胃頂唔順，氣體膨脹而爆炸身亡。呢個傳言當時搞到全美國人心惶惶，甚至要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開熱線嚟解釋。爆炸糖仲因此停售咗一段時間。雖然最後證實咗呢個係假消息，一包爆炸糖釋放嘅二氧化碳其實少過半樽嘅可樂，根本唔會令人爆炸。但係爆炸糖依然有一種實實在在嘅危險，佢產生嘅碳酸對牙齒極之唔友好。如果你成日食，啲碳酸物質會侵蝕珐琅質，搞到成口爛牙。所以呢種爆炸感背後其實係慢性損害緊你嘅牙齒健康㗎。最後要壓軸介紹嘅係危險指數最高嘅盧卡斯墨西哥糖果。呢隻糖本身係行甜、酸、鹹、辣4合1嘅路線，入面有一包鹹辣口味嘅調味粉。官方嘅教法係將啲粉撒落喺棒棒糖度食，但係外國有好多細路仔竟然腦洞大開，將啲粉撒喺台面，然後用鼻去吸，模仿成人吸食毒品嘅行為。呢種做法簡直係玩命啊！當呢啲含有辣椒粉、鹽同埋檸檬酸嘅粉末直接接觸到脆弱嘅鼻腔同埋呼吸道，會造成嚴重嘅黏膜損傷，引發慢性咳嗽、哮喘，甚至有機會導致窒息身亡。最恐怖嘅係，有報道指，如果鼻腔長期殘留呢啲糖粉，甚至會引致蛆蟲寄生喺鼻入面。而且同之前提及嘅羅望子糖一樣，盧卡斯糖果多次被驗出含鉛量超標，
長期食用會嚴重影響細路仔嘅智力發展。即使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多次嘅發出警告，但係呢種糖依然憑住獨特口味喺市面上面流通，成為咗家長心目中嘅頭號噩夢。睇完呢10款攞命嘅糖果，大家除咗覺得驚心動魄之外，係咪都應該反思下我哋嘅消費習慣呢？喺呢個追求視覺刺激同埋相機食鮮嘅年代，好多商家為咗噱頭，往往將創意凌駕喺安全之上。由液態氮到重金屬超標嘅原料，每一口甜味背後可能都係一個健康陷阱。其實糖果嘅本質應該係帶俾人快樂，而唔係帶嚟恐懼或者傷害。作為消費者，我哋唔可以單憑包裝靚唔靚、口感新唔新穎就衝去買。學識睇營養標籤同埋了解產品來源，先係真正對自己同埋屋企人負責。記住，健康先係生活入面最重要嘅甜蜜來源。希望大家下次買糖嘅時候會諗多一諗，唔好俾一時嘅快感透支咗你珍貴嘅身體資本啊！大家都要食得精明，活得健康。我係無名，歡迎訂閱我嘅頻道或者加入成為會員，支持我繼續製作更多粵語嘅影片啦！我哋下次再會。